轉搭住佢，然之後就接，將佢接埋佢。打翻轉佢，搭起佢，接下。咁咧，因為你要接咧，所以咧要揾一個 size 度住，個 size 要一樣大細啊！如果唔係一個大一個細咧，就整唔到嘅。咁然之後就咁樣接啦，三角形咁樣接咗佢，接咗佢啦。然之後咧，呢邊再接，一路係咁接咗佢，就將佢扣翻實裏邊。咁咧就變成一個正方形嘅紙。接呢啲咧要接396個呢啲紙。然之後咧，裏邊有銀仔噶嘛，咁你要攞呢啲出嚟整銀仔，但係呢啲成張好大張啊，所以要裁細佢，大約剪佢半個 cm 到啦。冇細張嘅買咩？冇㗎，一定要自己裁㗎。然之後嗱，接咩銀仔？你識接啦，銀仔。每一個八角頂裏邊咧就有7隻銀仔，咁接呢啲銀仔咧就要接462隻呢啲銀仔。接銀仔就462隻，呢啲咧就要接396個呢啲。咁而家接咗咯喎，咁咪攞出嚟整啊！接咗之後咧，又要拆翻開佢，因為要整個形啊，所以接咗又要拆翻開。6個啦，首先你咁樣攞住啦，隻左手攞住個呢度上面嗰個角，右手咧就要攞下面嗰隻角，嗱咁樣將佢扣埋佢。扣埋咗佢咧，攞一張擺喺中間，然之後見住佢，攞另外一張擺喺側邊，又再攞一張，總之咧就其實將佢一張張扣埋佢。哎呀，啲紙好軟啊！一張張將佢扣埋佢啫，扣住佢啦。